哎呀，咁都〜我哋贏緊籃啊嘛！要見慣啦。我原本小飛俠係邊隊㗎？第一場啊，應該阿迪喺睇住嗰邊，應該冇。哎呀！推！哎呀！冇啦！哇！點啊？一個前啲。卡路士，兩邊卡路士左撥右撥，跟住未睇，啊！俾咗 Peter， 好嘢 ，Peter 接到，卡路士一個長傳，強勁後衞阻住，前喺中間甩咗嘅，卡路士，阿狗一個上傳，咦？傳失咗。CEO， yeah！ 頂呢邊卡路士傳俾阿 Q， 呢度卡路士啦，梁建恒揸呢個波。咦，有撞嚟撞去，一左一又唔係傳翻後邊，呢邊傳俾卡路士摸下個波，左腳掂，右腳掂，一個措手不及，撞下，卡路攞翻，大，跟住咪一個傳中，哎呀，可惜嘅梁健恒爭少少就。